最近你若去高雄坐捷运哦，你这个票来甲比落，毋是比哦，即摆有一个声啊，听起来亲像叫你洗袜啊，叫做 swatch 哦，听起来就亲像华语的洗袜子啊。为什么是安尼呢？因为即摆高雄市啊，要用一个特殊的人物，伊就是大家看起来真熟悉，叫做 Ultraman， 台语叫做咸卵超人啦吼。伊个超人要变身的时阵，就会画一个字句叫 swatch。你听起来华语就亲像你入去要叫你洗袜子同款。这捷运比卡进出站，即马声音无啥共款。有人抱怨讲，秘书是咧甲你提醒，爱记你洗袜啊。现在高雄捷运进出站都会有特别的声音，原来这是超人力霸王的经典呼喊声。原来是要欢迎超人力霸王来到港岛。高雄捷运为昨开始到3月初1进出站的时，拢会通听到。这是主角伫咧飞行，也是发射光线的时，经典的发声。是可能会妈妈才有这个声音呢之类的，应该会带动一些观光的经济。我没有看，不错的行销啊。英雄的精神一马当先，有够古锥的每年红包，今年的主角嘛是超人力霸王。明仔载会伫咧3号中街头一个登场，规2月初3到14会伫咧高雄的国民龙华武庙顶36个市场分红包。超人力霸王轰动高雄，规2月初7到3月初1会伫咧高雄港16到18码头现身，要甲大细汉的朋友做伙来过新年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